人口老化問題非常嚴重，喺亞洲，老年人嘅數量將喺2050年達到12億，佔全球人口總量60%。要解決呢個問題，我哋社企就有咗一個叫做安健耆英計劃，而呢個計劃就會就住老人嘅健康方面着手嘅。首先，我哋會向健康產品公司買一啲將過期嘅產品，而產品會有一段時間先至會過期。我哋買咗呢啲健康產品之後，就會向老人家出售，而老人家買咗我哋呢啲產品之後，我哋亦都會有收入。當老人家食完某啲產品之後，會剩返一啲裝產品嘅容器，就好似膠樽。佢哋可以將呢啲膠樽送返去健康產品嘅公司度，而健康產品公司就會將呢啲膠樽送去回收機構去回收。而回收之後呢，回收機構呢就會俾返去公司繼續使用呢啲嘅容器啦。最後呢，佢哋食用咗呢啲產品之後呢，佢哋呢就可以變得更加健康，咁佢哋呢個壽命亦都可以延長。咁因為佢哋健康呢，咁所以呢，政府呢就可以減低佢哋嘅醫療支出啦。另一方面呢，佢哋將產品嘅容器去回收，咁佢哋將呢啲產品容器回收咗之後呢，個環境嘅污染呢就會少咗啲啦。佢哋呢就會喺呢個咁好嘅環境去生活，佢哋喺呢個咁好嘅環境生活，咁自然佢哋就會提高佢哋嘅生活質素啦。而佢哋提高咗佢哋嘅生活質素之後呢，咁呢佢哋嘅健康呢亦都可以好啲啦。咁政府呢個醫療開支呢就會少咗啦。咁政府個醫療負擔呢亦都會輕咗。